观众朋友到早，欢迎收看10月16日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陆尚珠。伫咧新竹德北有一间幼儿园附设的托婴中心，一个1岁半囡仔跋落水池渡水死亡。这代志发生的时阵，老师却都无发现，送病院了后嘛救无回来。新竹县府是已经成立专案小组，等待调查。 幼稚园的生态池边啊，已经扣封锁线，要调查囡仔到底是安怎跋入去水池内底。这个月初8，新竹一间强调生态自然幼稚园附设托婴中心发生一个1岁半的囡仔无细里渡水的意外，当时老师带囡仔去户外，有一个1岁半的囡仔囝意外跋入去大约20公分深的生态池，经过紧急送医，尾啊不幸过身。对于孩子的离去与家长的伤痛，我们感到万分的愧疚与自责。 未能做彻底守护孩子的安全，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愿意诚实面对，依法承担一切的责任。根据了解，东港市幼稚园老师带9个学生囡仔去水池边进行活动，囡仔那亲像是无细里对水池边的空棚爬落去，因为老师第一时间无发现。 等囡仔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新竹县政府表示，目前除了要求托婴中心向家长说明以外，托婴中心捌伫拜3向县府申请停业，说来去来协助其他家长，把囡仔转去到北京幼稚园。另外，我们也立即至托婴中心的现场查扣监视器的画面。 目前，县府已经组成了专家调查小组，进场协助进行场地的勘查跟人员的访谈，希望可以尽速厘清本案发生的原因。据统计，中心现在尚有29名的收托幼童，故中心已于今日正式发函本府，申请于11月15日停业。 新竹县社会处指出，目前县府已经设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针对人员的疏失也是管理上的问题，依照调查结果对幼稚园做处分。幼稚园负责人该照顾细汉囡仔的老师，爱负起什么款的相关责任，佮等待司法调查厘清。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同款是公共安全的事件，昨有民众伫咧台北上山，看到一个查甫人对一个小姐 QQ 闹闹，加在是有过路人过去甲阻挡，落尾警方嘛有去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另外，伫台北车头发生性侵的事件，来提示表示会和铁路警察局来召开安全联防会议，来加强安全措施。 10时暗时10点左右，一个查甫人出去等粪扫，路边一个细市的查甫人雄雄走过来揪伊的手，互被害的查甫人惊一个大声哀，双方扭来扭去。好在经过的民众是真有正义感，过去阻止。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过来甲细市的查甫人逮捕。初步调查发现，讲这细市的是一个家友，犯案的时阵疑似有食强烈膏，戆身出现烫衫烫裤的行为。全案涉及强制猥亵、强制罪、公然猥亵、性骚扰防治法、社会法等罪。 警方将调查厘清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对了，这个性骚扰的事件，在台北车头的大厅，嘛爆出在双十连假发生性侵害的案件，引起真侪人讨论。有妇女团体质疑代志发生的时阵，加害人在公共场合人这么侪的状况之下，竟然大胆犯案。 等外籍民众报案了后，警方才到场来处理，会当看出站内安全是出问题。高点出目前站内欠完善救助系统。如果有求助铃就按了，没有的话就报警。先就是上去阻止。先找看有没有附近有没有站务人员可以求助这样。车头内面有民众受害，代替对这是表达遗憾。嘛含铁警局是召开安全联防会议，提出4项要加强台北车头的安全措施，包括铁警定点守望的密度增加，铁警和车头建立安全联防网，站方和铁警 组成关怀小组，邀请台北市府社会局加强无厝的人的辅导安置。从每2小时2次变成每2小时3次。那它定点的主要是台北车站大厅，以及我们的公厕。 另外就是我们的那个月台，我们评估这个自己是安全的状况之下，所以你可以适时的透过呼喊啦，然后求助现场的人员，或者是你拿起电话报案。胡安辉表示讲，代替除了爱加强人身安全的监控和救援机制，嘛认为政府应该宣传教育友善过路人，鼓励民众在无影响到自身安全之下，透过化休制止，也是事先报案来防止性暴力的事件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天气报，你知今仔日透东风，所以东半部因为遮风的关系，水汽是有较济哦。咱来看温度。
像讲，伫咧基隆北海花大台北山区，还有宜兰会落一寡雨，那过到高雄、屏东，还有其他山区，卖落雷公雨。另外，伫咧温度的部分，气象署是有针对湘北、桃园和新竹等等的所在来发布高温的资讯。东半部高温是31至32度，西半部是33至35度。另外，目前伫咧关岛海面上附近的热带扰动，那准变作风台风型，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打算自礼拜开始，北部、东部和恒春半岛会落雨卖反冷。那阵这热带扰动来变作风台，就惊讲花莲港口会阁受到大水雨的损长。农业部是已经有派人去清水圳，也有贴沙地啊。中央前进协调所嘛来调整，来变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有针对灾区的疏开和收容安置等等来编组。目前伫咧应变会议当中，有决定将关楼避难，抑个有疏开是要同时进行，有甲大进川、大专川来列入警戒范围，打算伫咧拜六要撤离10多人。农田水利署人员来花莲县光复乡佛祖街甲成功街清理水准，毋若乌土刷出来，还阁乌搁较深搁较快，因为爱严防特别变做风台，伊若来，互乌起来土刷会阁流转去沟仔内。主播吼，我们会用帆布把它盖起来。因应热带扰动可能增强做今年第24号风台风神，全民紧来领沙包防范。中央前进协调所嘛改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来因应防范风台所需要的任务。只是撤离计划一直拢无法度确定，互一寡居民不安。15下晡召开的紧急应变会议嘛决议采用混合式避难，徛伫避难加疏散避难同步进行，人数差不多1000多人，一定18执行。是混合式的。就是疏散撤离是有一部分，然后垂直撤离也有一部分，但是这样的话人数有将近1000多位，也有1000多位，那动用到的车辆很多，大概15辆的这个游览车。虽然都是种撤离方式，受灾居民考虑无同，有为少村庄是希望会当徛伫撤离留伫熟悉工园，也有人认为村里长共款是侪伙人，呼吁政府不管用倒一种方式，拢会当有公部门的人员协助村里长。部会都有认养各村吗？可不可以各部会的人直接协助村里长来做这件事情，才可以有个比较精确的统计？你说要叫这些老人家做，我觉得真的太为难了。不要喜欢垂直了，因为自己有家嘛，还要跑出来。这次有那个马太安这个经验了以后，他们心理上都有准备。这届会议嘛，甲光复乡大进村、大专村纳入警戒范围。规定成功，徛伫撤离关键是执行力，会由督导官采先扩垦后开发的方式。另外，灾区清理进度15会当甲30公里的沟仔拢清完。佛祖街护关工作由国军全面接管协助，枫林镇嘛预估17进行清完。花莲地检署是展开灾后的调查，会以过失致死甲公务人员废失职务这个方向来侦办。伫这进程因应准风神风台可能会来，避免灾区搁再受损，防范风台工作全面启动。记者采访报道。再来带观众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自由时报》。速发部部长林基健表示，要来限制各中小的无线网络 WiFi， 互因袂使去使用中国的影音平台 TikTok 来维护学生囡仔的身心健康。再来咱看《中国时报》。为着要解决校园乌白检举老师的乱象，教育部长陈英耀昨是有答应讲，明年若准是无欠命的申诉案件都无要处理，打算年底进前要修正相关规定。再来咱看《联合报》，台中有一个大学生因为厝内经济无好，想要休学趁钱，也毋过学校要求讲休学就要纳差不多1/31800块的学费，所以因为讲纳袂出来，最后是想袂开来行地路。有中英航空的空服员因为破病唔敢请假继续在上班出来过身，都有空服人员去到立法院抗议，因讲公司长期以来请假制度有问题，若要请假就会处罚，所以员工就唔敢请假，才会造成这场悲剧。
中营航空的空服员甲手中的白玫瑰放伫立法院头前，来悼念过身的空服员。西村的空服员因为身体无爽快，唔敢请假继续上班。对伊带离飞转来台湾住院了后，就安尼过身去。这个案件引起各界关心。工会表示，因自本伫咧公司就设一个悼念区，但是透早接到消息，讲公司拍算甲伊刷掉。我们在公司设了一个小小温馨的，令大家可以追思的献花区。我们不见任何一个主管下来表达关心，甚至我们今天发现，我们的公司想要出手把它清除掉。情何以堪？中营工会表示，公司长期对员工的请假规定拢真严格，亲像请假就要靠分数，考核也会受到影响。亲像病假、特休、风台假，基本上拢是袂当请的。请假会互公司扣分，影响福利，变相亲像受到处罚，甚至佫会互主管约谈，怪员工无甲身体照顾好。在一般的公司，如果今天生病了，公司要求你用个人的特休去抵扣，可能大家都已经会很不爽了。但是在长荣航空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长荣航空是，我就算要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去养病都不可以，因为后续面对你的就是锁班表，就是让你无法选班选假。工会也预告拜四透早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会讨论中营航空的一条健康。工会打算提早到位，公开向政府表达诉求，要求爱修法加强保障劳工的请假权，包括病假、天灾、风台假也要有基本的休假权益。请假袂当用考核来做威胁，希望政府会当保障空服员的基本请假权益。记者台选曾俊佑台北报道。海巡署男队分属一个姓林的队员，3届申请有薪水的病假，拢总是请10个月哦。都有人去甲伊检举，讲伫咧请病假的期间，佮走去开汉堡店。经过考绩会议，决定家己2支大个免职，检方也分案调查当中。来到新竹东区光复路一间主行海鲜的餐厅，日时也未营业。看板写讲海鲜拢是真材实料，是以特考工程师甲大学生为主要客群。不过，这确实互人检举，讲这间餐厅是海巡署男队分属一个姓林的队员甲人斗阵开的。因若开餐厅期间，向海巡署申请有薪水的病假10个月，互怀疑请假期间无去好好来休养，反倒当地人出现伫餐厅做生意。那个人有你们认识吗？然后算是老板的友人，偶尔会来店里这样而已。店员讲，这个海巡人员是头家朋友，不过因为伊3摆申请有薪水的病假，每个月会使领5万外块薪水，也有2种奖金会使领，引发议论。海巡署经过考绩会议的讨论，认为严重影响机关的名声，决议处以2大个免职。检方这阵也伫咧分案调查。找一个同仁，我们工作就是要体谅同仁分担嘛。他这种行为，因为造成我们机关的名誉、机关的形象受损嘛。他的身份是警务人，我们依相关规定，影响警誉重大，2大过免职。依据公务人员请假规则，若是因为重大伤病，毋是第时间会使治好，会使互伊病假、事假。因若是这假拢经请完，经过机关核准，会使请延长病假。专家讲，虽然规则明确，确实可能互吹空吹芳乱利用。公务机关给予病假，这个很难讲说是公务机关对或不对。问题在于说，你是请病假期间，你又在外面从事另外一个专职，那这个就彻底违反了公务人员法了。依法处理嘛，这个让工人很没有面子了嘛。公务体系的一些规定，等于说被严重冒犯了嘛。记者打电话互姓林的队员，不过手机无人接，无对这个代志回应。因若专案引发社会真大重视，关碧玲也伫下晡发文，认为海巡人员辛苦保护国土，因为一个危害群体的人就当上海巡人员形象，真对不起大家，要求进一步检视。若牵涉骗取薪水，依法究办。因若未来延长病假，无论时间长短，拢要签互署长来核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际新闻，全球上产出国家之一马达加斯加，青年Z世代抗议政府失灵的示威成功，因为总统拉叫利达落邦到海外，即马是由军方来组成过渡政府，打算伫咧2年内举行大选。经过几个礼拜反政府示威，马达加斯加军方宣布接管国家。On a pris la décision parce que j'ai expliqué ça plusieurs fois, parce qu'il n'y a rien qui marche à Madagascar. Il n'y a pas de président, il n'y a pas de président du Sénat, il n'y a pas de gouvernement, il n'y a rien qui marche.
国家无法度运作，宪法连环被吞下，军方接管国家，立刻暂停现行的宪法。除了国民议会以外，政府机构拢总解散，做过渡政府任期上长2年。Bien sûr. Bien sûr. Au minimum dans les 18 mois, au maximum 24 mois. 军方接管之前，国会先通过弹劾总统，总统府方面讲无法律的依据，不过宪法法庭确定有效，落位真侪人庆祝政府倒台。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pour nous, pour les militants, pour tous les Malgaches. Et vraiment, c'est incroyable parce que il y a 2 semaines, on se battait force à force avec les militaires. Et aujourd'hui, nous avons gagné. Une annonce vraiment qui mérite une célébration nationale. Voilà. 马达加斯加是全世界上散车的国家，全国有7成5个人拢生活伫咧散车线以下，贪污严重，高通膨、高失业率，长期欠水欠电，少年人挡袂牢起来呛声。Z世代心中这把火伫军方挖过来了，甲政府规个扭来。Alors que nous avons vu que le peuple était à bout de souffle. Donc c'était vraiment quelque chose de formidable que l'armée a pris part aux revendications du peuple. 军民合作改变国家，总统府发声明谴责是政变，强调因为人身安全，先比到其他所在拉乔丽娜犹原是总统，政府无失能。非洲联盟也批评马国的军方干政。美国国务院是希望马国各方遵守宪政体制，和平稳定政局。公司新闻林业主编译。进美中无一件是断绝了中国停止采买美国的大豆，川普嘛有讲要考虑停止甲中国买油。这嘛指出川普含习近平敢会伫咧南韩 APEC 峰会见面是充满变数。不过上新的消息是指出，美国的财政部长表示，川普月底会先去日本，再搁到韩国去参加 APEC。大豆是美国上重要农产品之一，去年伊对中国出口额达到126亿美金。不过今年对5月开始，中国对美国采买大豆的金额就降到0。伫接台到访的阿根廷总统米雷伊时，川普就问到这个问题。President, was China trying to draw a wedge between the U.S. and Argentina by buying soybeans from Argentina, not U.S. farmers? I would say so. And China on the port fees. China They've likes to increased draw port fees on wedges. U.S. ships too. Yeah, sure. I mean, I guess that's natural. It's China, and it's natural, but it's not gonna mean anything in the end. 川普回答甲真轻松，不过其实讲一讲，伊就伫个真实社群发文批评中国挑工不爱买美国大豆是一种经济敌对行为，所以美国考虑将只个买中国食用油来加税对中国报复。中国第11长假了后，向全球稀土采购宣布要扩大来管制。因来川普讲要对中国关税搁再加扣100%，总计达到145%。从来10开始，美中又开始互扣准备港口费，加重双边的紧张。也若针对美国启动301条款调查中国海事物流加造船业，中国商务部上新动作是对南韩3大造船商之一韩华海洋旗下5个美国子公司来进行反制。显示美中两大经济体新一轮贸易战正继续伫清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伫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表示，中国安尼做代表因的经济真无好，所以讲想要甲全世界拖落水。伊也讲，稀土事件背后可能体现中国内部体制的脆弱性。I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this may have been, from a lower level official. The Chinese system is quite brittle, so this may not have come from Xi Jinping himself. This may have come, from a Chinese hardliner. 因为美国经济是不是受到关税战冲击？美国联储会主席鲍尔则是伫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讲，根据9月数据，美国劳动市场的招聘请人甲裁员拢是加倍进行。不过经济可能比预期时更加稳健，值得继续来观察。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
中国正甲稀土来做出口管制，要来做经济武器，就是因为全世界的稀土有90%是中国的，真侪高科技产业的产品是拢爱用到稀土，所以即马中国就宣布讲哦，只要产品有用到中国稀土，用超过0.1%，也是生产过程当中有用到中国的技术，拢爱甲中国来申请许可。因为咱台湾敢会受到影响，咱的经济部是表示会继续来观察。美中贸易战国际情关，中国进前宣布扩大稀土出口管制了后，美方随即也推出加扣100%关税来反制，双方同时互相提关港口费，国际贸易无确定因素增加，也影响这市场。对台湾有一些间接性的影响但是我们还会密切的观察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跟国际间来同步来因应这样的一个挑战。经济部继续关心，因为中国稀土产量达到全球的90%，更加是全球高科技产业最项产品的原料之一。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也头一摆讲，稀土限制短期影响有限，不过若是长期发展愈来愈对立，可能影响会扩大。目前看到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持续管制发展的越来越这个对立的话，我想对各行各业都会产生影响。不光是鸿海，美国也是稀土全球生产的第2名了。那他决定火力全开自己生产，也未必不行。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个世界是一个互相合作的世界，大家贡献自己擅长的，做得好的、有能力的。豪士集团董事长董书贤是分析，像是电子产品晶片用到的稀土元素较少，现阶段影响会使控制。不过，伊关希望全球合作。不过，山来16摆是台积电的召开法人说明会，稀土战争是不是会产生相关的影响？外界也继续伫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因为印度无愿意停止采买罗西亚的石油，美国甲印度是扣真重的关税。因为即马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印度的总理目的已经有保证，讲因会停止采买罗西亚的石油。泰国副总理15宣布解散国会和公投甲大选的时程，伊表示解散国会日期暂时定伫咧明年1月31，大选和公投伫咧3月29举办。英美联手要来打击跨国的网络诈骗，也有洗钱要制裁以柬埔寨做跨国犯罪基地。美国的制裁名单有要到150个，有包括3个台湾人和9间登记伫咧台湾的公司。其中中国福建的集团犯罪首脑，但是也捌伫咧台湾，伊涉及台湾上无是有10届以上哦。针对回答台湾总部敢有要设置咧北树科 T17和 T18，但是因为土地归属的问题是也未超好势。不过昨暗现场是已经有看到动土机的典礼会场已经布置好势了，咱来看画面。画面会当看到这红布条有写着成功人寿北树科地上权案的开工动土典礼。成功人寿是表示，因拢是依法来进行开发的，嘛强调讲有伫咧找到摕到10项执照，动工的项目甲回答总部是无关系的，主要是要驳回外界对因占土地所唔动工的质疑。也毋过台北市府是讲，监管处也未收到开工的申请。金门海峡又搁传出讲有偷渡的事件，一个中国的查甫人要受来咱金门，去互海巡署透过科技监控设备甲掌着，嘛甲人逮捕起来。海巡署指出，这个案件无排除和中国的认知作战有关系。上来。海巡署的人员相信，这个摸扑球的查甫人穿救生裤要等互伊解救起来。手持救生圈，准备抛掷于水面上的偷渡客。这个穿破色衫、乌长裤的查甫人，敢若是偷渡客，伫海面顶瀑布沉沉，要甲8点钟久，互人发现时阵正虚。让他远离水面危险水域，有没有办法拉上岸？因为偷渡客无力啦，海巡是无规保才来救起来。海巡署金马片分析讲，14早起10点外，对科技监控系统发现一个可疑的波动目标。对天目山北边0.8海里慢慢挖过来金门禁止水域，于金门潮屿0.1海里持续往内漂流，立即通报巡防艇赶往现场海域查处，当场击获1名疑似偷渡之中国籍人士，并将该
南带访廖楼港进行调查。孙同存随来到现场，伫楚楚华海找到这个差不多50岁中国籍查甫人，伊讲是要来台湾耍，身有定这个人砸几百个人民币。海巡署讲，会当随个人砸来，拢是靠科技侦查设备的高效运作，对花机雷达、后华线监视到无人机巡逻，结合花海查缉量能，建立多线防线，发挥高强度侦查甲昆布统合效能。金门周边海域纵深不足，勤务防疫时间极短。运用科技设备于第一时间锁定掌控，并立即整合暗海查缉能量应处，发挥高强度征收及勤务统合效能，及时将中国籍不法求渡人士成功拦截于海上。海巡署强调，无排除是中国国在型偷渡事件，想要进行认知作战，用正价的成本干扰台湾社会稳定。为了要防止这种情形，金马地区正在进行花海防卫强化措施，扩编科技感情装备，也个人力的配置，保护台湾西南海防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广播电台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伊的网站设计予人放中国的5000机哦。这款自安的风险就引起讨论。国安局长蔡明干就讲，目前是当地了解。另外，国安局的报告显示讲，中国攻击咱台湾政府的网站，逐天都有280万摆，啊，毋过是拢有甲查落来。中央广播电台成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有出现团部的重大责任，刷表处官方加速内规一群官方网站向中国5000机，专项紧急调查，伫为烦恼香港可能限制治安、认知作战的风险。关局长蔡明干是回应有进行了解。它有涉及到他们内部的一些资讯，就包括治安管理的一些资讯。那这部分的资讯，可能涉案相关的人他们有一些交流，嘿。中共渗透台湾手段800款，国安局报告指出，中共对台发动国家战机的网攻，用系统性网攻咱医疗体系，各种攻势延伸到国防、外交、通信、能源等领域。蔡明安表示，中共利用公私协力进行骇客攻击。根据统计，中共骇客侵害咱政府网站，每天280万次，目的是想要监控咱施政动态，对外合作敏感技术资讯。骇客就是骇金，那骇金之后，只要窃取到一些资讯的话，它会leak，也就是它会改写，那或是不断重复的在网络上、暗网上来散布，那来造成民众会觉得好像政府的治安做得很不好，每天那么高频次的网络侵害，几乎都是全部拦截下来。今年国安团队查到150万的证据信息，无正常效号70万800多组，大部分上论坛并且做传播的方式。蔡明安表示，中共佫运用 AI 技术，以创备形成影片，用来操作台美关税谈判、韩国演习、罢免投票、能源政策等议题，是要分化台湾的社会。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2026选对会将有确定2个县市首长的提名，台中市是由在地的立委何欣顺要出来选，宜兰县是由宜兰县大自由会理事长林国忠出来选。也那国民党是表示有长地规划人选，目前是积极伫咧地方服务和备战。咱要赢回宜兰，必须要推出一位优质的候选人。备战日控制着县市长大选，民进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柯家进15起到党中央来拜会，伊在地方党公职的推荐会，要听宜兰县大自由会理事长林国忠来参选县长。对这个通过了后，我相信咱就全力往前冲，我会甲马上甲党主席报告这样代志。立营化为团结地方，互宜兰拿天变绿地。当来看国民党是家己杀人选，也是有可能拿白合的。其实我们已经有规划的人选，那目前他其实也都一直在积极的在地方在服务在备战。我们在这边经营这么久，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支持的群众，所以它不会是谁退出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如果要用联合的方式的话，那到时候就是看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除了宜兰前一天罗总统伫台中市召开地方党公职的便当会，根据了解，会中是达成共识，定调予立委何欣顺来
来出战台中市长，是连赢战2026都县市长的第一个。首先非常感谢总统。那当然呢，我被交付任务哦，第一个我一定全力以赴哦。另外，就顺利接台中市长卢秀燕的位的国民党人选还未决定，那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洪看作是热门的人选，因为杨琼英嘛同款加一摆红点名。呼声最高的人选可能就在您的这个，都在我旁边。我知道你很聪明，上班不谈选举哈。今天来帮我们台中的职业队加油啦！蓝营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些决定呢？台中队加油！今麦当拄着拿亚的选党主席，民进党是伫15个中常会确定会对台南市、高雄市和嘉义县办首长提名的初选，不是定赢执政的县市，接落来会进行定调提名的作业，开放党员亲身表达要争取出来选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地方的新闻，高雄有民众买新厝，伫咧去年12月到厝，今年5月开始装潢，却发现伫天棚开始咧滴水成膏。问落才知影讲，楼顶楼骹是拢水户某一个驻台单位的人员，所以因为冷气开甲伤冷，天棚甲壁道拢真冰，袂输退冰咧出水安尼。建商就去协调其他的住户，但是无达成共识，嘛建议厝主用法律来解决。木港甲客厅天棚的装潢切开来检查，抑阁毋拿客厅，厝主带记者伫厝内踅一轮，对客厅、地身躯间到房间的天棚，拢有真大范围的居住结伫遐。原本只有在主卧室那边发现，然后现在已经延伸到客厅这个位置。厝主开2500多万买38平的新厝，是高雄有名的建商伫112路的新建案。去年12月交厝时无状况，5月开始装潢了无偌久，天棚却是一直清水珠，造成4块位的壁拢生膏，部分的插座装潢也生膏。若是要跳掉检查，还阁加开30多万。警监上过来看，他就是说是因为楼上冷气开太冷造成的，他们长期冷气很低温的状况。建商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责任，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继续装潢下去。建商5月做15户户某住台单位人员，其中2户伫厝主的楼顶楼骹，而且敢若规工开冷气，造成厝主的厝因为温差伤大，水汽结做水珠。装潢业者建议楼板甲装潢天棚板中间留出20到30公分左右的损宽，并且拆解阴霾来改善。楼上的地板也可以铺设地毯，它能降低那个地板直接受冷的温度。强制把它升上去了啦，还是产生这样的冷凝，然后他一直在要求，跟人家铺什么地板之类的，他这个就听不下去了啦。很多邻居都有影响，我们强制把它冷气已经提升到22度了，其他的物比都没有问题啦。建商讲厝无问题，而且租客也有做出的权益，应该是伫中间来协调。若双方无共识，应该用法律途径解决。至于建商若是厝头家，也是卖厝的人，厝主买厝却是因为建商租客造成无法度来装潢大力气，建商的处理方式恐惊有厝主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第74线快速道路拜日有4台车崩跌，受害驾驶是讲唔知影是去搞到啥物，目前警方是正在调查，加载是无人伤亡。车只拄啊转去第74线快速道路，车底向发出真大声音，驾驶感觉车是害甲真严重了后，马上就崩跌。我的右前轮跟右后轮就碾到异物，然后我的前后轮都爆胎，然后右前轮变形，有可能是大车，就是有可能是其他台车掉的东西。陈先生表示，这拄停伫路边了，阁有几啊台车发生同款的状况，将着底盘发生崩跌，好加载无人员受伤。意外发生伫14暗时9点外，第74线快速道路东向16.7公里的所在，疑似车道顶悬有大型不明的物件，加上暗时视线无好，有4台自小客车闪袂赴，车辆受损。违规者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目前落落的物件，甲是倒一台车落落，来调监视器来调查清楚。汽车专家表示，快速道路甲市区道路比起来，车速是会较紧。若发生崩跌的时阵，千万唔通紧急打档啊！因为当你急踩刹车的时候，轮胎施压之后，它的着地面积会加大，所以万一你急踩刹车，它会造成偏滑，车辆很有可能是会掉头，甚至会翻车。
等候红提醒，若高速发生爆点，很多路爱了稳，注意后车进行了慢慢靠向路径，等待救援的时阵，也应该拍上黄灯，加放各种标识来提醒后边的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高树有3座连骨塔，拢已经超过30年。公所是拍算要来动兴搁起新的，啊，毋过引起村民的反对。公所是讲，这连骨塔已经无够用了，嘛已经有办过地方说明会，后个月都会来招标。20-30位民众徛伫高树乡公所门口，头绑布条啊，大声表达抗议。高树的村民讲，东兴村已经有一座连骨塔。使用30年啊，如今搁要起第2座，实在伤超过。希望乡公所会使收回计划，甲新塔改设伫火葬场附近。2023年6月，对高美局过来，市政区甲阮高树咧，市中心头加尾的时阵，都无到1公里。那古塔第2座要盖在我们东兴村，第2座。盖下去，高速已经有4座纳古塔，已经变成纳古塔的故乡，影响人们，影响高速的发展。所以呢，我站出来抗议。居民自救会发起人杨家富指出，公所虽然拢讲有开过地方说明会，但实际上只办过1摆，根本无互村民充分表达意见。今年6月，已经有超过300位村民联署反对，正式向乡公所甲代表会交单情书，不过落尾拢无得到正面回答。好，从我们一开始的评估到决定，到依照法定程序去推动，我们就有做了一份说明资料。对此，高树乡公所秘书表示，原本高树乡的连骨塔只有6000外个位，早就无够使用。新的连骨塔是需要的公共设施，会当放1万个塔左右，结合公墓公园化设计，希望改善过去民众对墓地的印象。规个工程按算11月招标，工期1年2个月。公所嘛答应会请专业委员监督，确保品质与安全。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高雄莲池潭这风景区边啊，有一个儿童公园，内底有一座迷宫，啊，毋过因为这造型是那像梦啊，在地居民是愈看愈爱叫哦。机关都要求要赶紧改善。观光局是表示，上紧伫11月就会动工来改造型。草厝啊、茶厝、庄仔厝，伫咧高雄莲池潭边仔的儿童公园，有一档用3只猪仔故事起的迷宫。因为儿童公园所在看树木多，市府利用囡仔骨来打造迷宫，要增加囡仔佚佗面。毋过详细看迷宫内底3间厝，配上弯翘造型的围墙啊，远远看过去都亲像梦啊共款，互民众愈看愈爱叫。晚上开过去可能会比较恐怖一点啊，早上还可以。对啊，会不会希望说改掉？毕竟这边好像是儿童公园。希望啊，因为本身有个小孩子，改掉比较好。啊，伊较后辈啊，60、70岁、70、80岁会安尼想啦。啊，毋过即摆少年仔袂感觉安尼是安尼遐伊啊，即摆社会咧进步啦，袂感觉讲安尼造型怪怪啦。咱嘛是有一个艺术伫啊。看用什么角度甲看啦？有人认为爱用平常心来看待，不过嘛有人感觉拍积水，望紧来改善。高雄市机关陈美官14到第2会提出质询讲，迷宫起好无偌久，就定拄接到民众点情。迄时阵观光局因为有工程报告问题，无法度随改。现在报告期过啊，要求观光局要个时间定出来。因为很像这个。不好看，那居民认为一出门就看到这个，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局长，这个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处理掉？目前已经在10月已经上网招标公告，所以我们希望是说11月就可以来开工，然后把这个形状修整的比较现代一点。观光局表示会针对3间厝的造型来做调整，上紧11月会当动工，到时会当互地方一个看算拢舒适的空间。记者柯家朱、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中华鹿港这运动场附近有真侪野狗，民众是反映讲哦，这野狗规定会走去囡仔佚佗的所在，就惊讲这狗仔会降价。公所就有菜笼啊要来掠，所有人把这狗仔放走去。动物的防疫所就表示讲，若是看到这笼仔内底有狗仔，千万唔通甲放互走，就要通报公所去甲安置。
中华鹿港的运动场有不少民众会来这行路运动，边仔嘛有佚佗的设施，但是有民众反映，这阵仔这出现不少流浪狗，规定的流浪狗佫会走去囡仔耍耍的所在休困，佚佗区的沙坡也有狗仔的排泄物。北看按6、7只啦，佮按半夜几啊斤的啦。反正也乌白规乌白啲人就唔好，反正规群住伫迄个沙地啊。嘿啊，哦，迄人家暗时看10外只。鹿港镇公所表示，这大只大约有20多只的流浪狗，都惊会发生狗仔虐人家人的意外，而且狗仔伫囡仔耍耍的所在放屎尿嘛有卫生问题，加上台湾世界店都有店区伫附近，这阵仔人潮济，公所设置狗笼仔掠狗，要来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但是雪橇连续有民众甲掠到的狗仔放走。咱有掠到10只狗，这10只狗掠到了后。有3只去互民众来甲咱放走去，不过咱另外迄7只，咱嘛是甲交互咱动物防疫所这边来协助来安置。要呼吁民众那如果说有看到这个已经有诱捕到的犬只，不要把它放走，而是要直接赶快通报鹿港镇公所来把这些流浪狗带走。公所表示，未来会加强巡视甲环境管理，嘛呼吁民众，若是看到笼仔内有狗仔，应该赶紧通报公所做后续的收容安置，千万唔通大主大意甲狗仔放出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铁要走到宜兰已经是通过宽屏路，毋过路线会经过头城甲大溪，地方也烦恼讲会互原地有铁路通过土地变更较复杂。县政府嘛认为讲安尼对土地利用是较不利，若是等铁路完工再来做铁路的高架化，恐惊是会困难。所以即马先来进行头城啊，佮有大溪评估这铁路高架化敢通做。边高道的警报声咧弹，规早放落来，车爱停落来等火车过。宜兰头城到罗东的铁路，目前并无做高架，沿途边高道袂少，民众认为会造成塞车。等下塞那个平交道来就会一定都会塞跟较袂遐塞。是。过来第二点嘛，对遮经济嘛有较好。以头城这个边高道做例，在地人讲，逐工透早9点10点，交通尖峰的时间，边高道遮就会塞车。毋过目前宜兰高架铁路，敢若宜兰到罗东这段有完成宽屏初审，嘛有具体进度。头城到大溪这段，原底规划6日起北宜直铁案高架，即马这个案改做高铁延伸案，要做高架铁路，看落是无机会啊。可能对于头城的部分的期待，应该会优于高铁延伸的部分，希望它的速度可以加快。地方认为讲，头城大溪铁路若无做高架，加上高铁若完工，土地要利用就更较困难。高铁甲台铁的路线嘛无法度甲做伙，所以也是希望会当加速完成高架铁路。那将来头城到礁溪这一段的铁路高架，我们认为现在就要开始进行整个可行性的评估最主要是考虑到2个路线的整合。根据县府的资料，头城到大溪这段的高架铁路有14.8公里长，会当减少14个边高道。县府嘛认为讲，这段铁基路若是无做高架，等到高铁完工了后才要来做，时间会有困难，路线嘛真恶整合，所以为明年开始分3年变3250万，针对头城大溪这段高架铁路做可行性的评估，希望会当加速推动相关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社会主体第4季有公告讲，10月27会当开始申请了。伫咧这届呢，有推出婚育专案，就是希望来鼓励少年家结婚生囝。中央社会主体第4季10号正式公告叫做有缺陷释出1831户其中，那扩大军警消条6户，佮第一摆推出婚育专案社题。大概每个社区会留20%。这一季招租的部分有2个是全部都做婚姻家庭的，第2个就是特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个社区都有8%的军警消的一些照顾的保留的户数，但是这一次在高雄凤城凤松的时候有30%，因为它土地都是国防部提供的。除了台北文山朱万忠加新北南口世大运选手村的2案婚育地，其他5项有761户是婚育家庭保留户，为确保囡仔读册稳定，有囡仔家庭应享受上长12年租期的保障。中央社宅的室内标准配备，每户都有工作阳台，
另外，客厅跟卧室皆有对外窗，并且有节能热水器跟炉具等等的设备，方便申请人在中签之后可以快速的入住。其中，婚育宅最快从明年的2月1日便可入住。社会处提租金是市价8到9折，暗过会照处理市场行情。社体所在地加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这因素用无共款折扣来算，用台北市的中介收入付费率，都可能落在市场行情的3折。考量就是社会住宅它的那个落实比例高，那再加上我们这一次针对婚育家庭有一些保障的比例，所以我们中央社宅的部分，我们原则上市场租金上限都是8折。纵使我是全新完工的社宅，我也已经用10年中古屋的价格去固定市场租金，再给你折扣。所以它其实是市场租金的7折。针对中央条例关心社体推动进度，内政部表示，到9月底，全国社体已经达成12班2144户，包含直接行班已经达成12班1077户，补助代管社会主体有效契合数10班1067户，强调百万岁数家庭计划，照时间稳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公共卫福部的资料显示，即马台湾65岁以上，每100个人都有8个人得失智症。这失智的状况未来恐惊是更愈严重。有民团就来推出失智症的体验活动，希望让民众更加了解失智的状况和背后的原因。好，第4个失智症是无法预防的，然后第5个失智症患者什么都不懂。公司透过简报甲民众互动，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失智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有要逾8%。有民团为着要让更较侪人了解失智症，所以要伫咧北中南举办老教室工作坊。拜三伫咧台北举办头一场，有民众表示，家己过去负责照顾有失智症的先生，伊希望透过课程会当更较了解失智症，未来若准家己拄着，嘛较袂遐紧张。我自己从照顾者毕业，所以我也想说来体验上一下这个课程，然后未来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老化过程，万一天黑得很慢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也想说，我怎么来学习自己未来有可能是被照顾者，然后即便我曾经当过照顾者，但是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民团指出，失智症是一种疾病，不是自然变老的症头，但是有8成的民众有错误的认知，所以必须延误就医。也毋过，其实失智症是会当预防的。民团运用倒伊的认知功能障碍卡来互民众了解，比论时大是安怎无爱洗身躯，还是袂邻里厝内人等等，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在整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运用卡牌的方式来去认识到说失智症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哪一些的问题，跟生活上面会造成这样子的影响，然后去理解失智症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民团指出，失智症无一定是老人才会拄到，即马得失智症的年岁也有少年化的趋势。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对失智有更较侪包容、体谅甲理解，也鼓励朋友量早接受治疗。民团表示，这个工作坊嘛欢迎学校、医疗中心，也有政府单位等等来申请。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冰岛咧有一个小店吉林达美克，对2023年12月以来，一直有火山喷发。经过喷交界了后，这车路甲邻家厝拢开始有壁损，居民嘛开无法度忍受这款的状况，也开始要搬厝。但是也是有一寡人继续咧留伫咧遮，希望会当重建家园。红色的岩浆一直伫火山口在架，而且持续对山脚流过去。冰岛的渔业小镇格林达维克，对2023年12月以来，是经过附近的火山9摆的喷发，岩浆摧毁车路和厝，而且伫咧涂骹和厝拢留真大的壁棚。当地居民经过真侪摆的撤离家园了后，大多数拢搬厝。My wife won't come back, and Hafnarfjörður is not so far away, 35 minutes. 火山喷发了后，伫格林达维克市道有多家火山灰含真尖的岩油，这石头一挂阁会翕伫遐烧几啊个月。地方政府封锁小镇嘛，警告囡仔讲，莫伫岩油坚冻的所在佚佗。另外，政府伫火山喷发真侪摆疏散居民了后，是提出一项政策，就是甲居民的厝买落来，而且互因3年的时间，决定讲敢要甲厝买转去。大多数的人拢接受这个条件，造成小镇即马大多数的厝拢无人，商店嘛关起来。但同款嘛有一寡居民希望讲建家园，今年60岁居民艾诺克森伫当地是经营一间饭店，就算甲厝卖掉，同款甲店面留落来，想要继续替小店来贡献。Now everybody is optimistic and hope that
these things will stop after maybe a few months or 1 year or. Many kids, they want to come back, but it's no school open and no teacher now. When we are waiting. 为着中建当地职业篮球队已经拟定日期，要伫小镇来比赛。当局当在讨论明年开学的可能性，只是伫居民离开小镇了后，镇上的设施是愈来愈少，会当啥游客嘛愈来愈少，互生存变作恶性循环。科学家推测讲，伫火山运动结束了后，有可能还有第10摆的喷发，但是无法度确定当时会来发生。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伫咧法国巴黎，旧年来因鸟鼠的问题是真严重，但是抢救动物权的巴黎第11区副区长穆洛，为着要改善民众对鸟鼠的印象，有带恐怖鼠也和民众来互动。伊讲这鸟鼠会当食本质改善下水道甲环境的问题，伊嘛好用莫甲鸟鼠头好死。但是伊的主张呢，嘛是去互部分的官员反对，认为讲鸟鼠会传播疾病，造成公共卫生的问题。看鸟鼠拍伫人的肩胛有淡薄仔意外，带鸟鼠拍走的是巴黎11区副区长莫洛，伊长期关心动物的权益。伊带宠物鼠伫街路宣传，沿路发放传单。若拄着好奇的人，伊就会热心解说鸟鼠伫城市的角色甲价值。Bonjour madame, avez-vous déjà vu un rat? Vous avez vu? C'est le même que le rat d'égout sur mon épaule. C'est le même. Sauf que lui est sociabilisé. C'est Ratatouille. Exactement, c'est Ratatouille. On a écrit une brochure à la mairie pour parler un peu de l'animal et montrer qu'il est extrêmement doux. 巴黎的鸟鼠问题已经真久啊，14世纪嘛是乌死病传播来源。2024年，巴黎奥运期间，甚至爱甲消灭鸟鼠列作台办清单，以免影响国际观感。对主张动物权的莫洛来讲，虽然他未承认应该控制城市鸟鼠生态，不过会当采用较温和的方式。Et donc 25 grammes par jour, il y en a à peu près 3 millions intramuros des individus. Vous arrivez comme ça à 75 tonnes de déchets. Consommés au quotidien, donc on va dire c'est un ordre de grandeur une centaine de tonnes par jour dans Paris. Donc imaginez si on devait traiter ça en plus par la DPE, ce serait un travail considérable. 不过，鸟鼠对环境甲人体健康的威胁真大，包括破坏物品、污染食物，更较严重是会传播真侪种致命疾病，也互消灭鸟鼠的声音不断。巴黎市街当看到防治鸟鼠的海报文宣，巴黎闹热的17区有定点放有关鸟鼠的智慧掠鸟鼠装置。这一台机器爱将近花要3万块，若是有一只鸟鼠入去，负责人的手机都会收到通知，加紧处理速度。Pas acceptable. Et on sait que le rat est quand même vecteur de maladies, et vecteur donc à l'homme. Donc on ne peut pas rester les bras ballants. Et puis c'est un enjeu d'image. On ne peut pas laisser la ville de Paris avec cette imag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tout va très vite. 荷兰叫做消灭鸟鼠大众的17区区长布拉尔表示，利用药剂也是其他拉保方式比起来，智慧掠鸟鼠装置相对较温和个人道。17区的掠鸟鼠装置一年差不多会当掠到800只鸟鼠，对真侪鸟鼠数量来讲占比真细。不过政策实施以来，鸟鼠通报量确实有减少的趋势。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幼稚囝儿爸母双方拢有责任，尤其职业妇女定会为着家庭甲工课是一粒头两粒大。伫咧南非为着要互妈妈通享困，多人发起冲海婴的活动，但礼拜2通免费上课，咱来看卖。做妈妈的请囡仔顾囝压力真大，身心拢真忝。那安尼来参加妈咪上班活动，就是从英邦。It's just catching that wave. I can't tell you what it means to catch a wave and what it means to actually stand up on your board and just glide in. I can't describe it. It's really tremendous. Wonderful feeling. 南非开普敦的米辛堡海沙堡，逐礼拜2早起拢有一群查某人，有老的也有少年的，因拢是做妈妈的。And now I get to help all these lovely women every Tuesday morning, 9:30, learn something that literally saved my life. How cool is that?
为了要让这款姊妹啊暂时卖做妈妈，妈咪上班唔那是免费加重庆，连冻寒衫、重庆帮拢招你，人来就好，不过不准带囡仔来。Moms on Board was started by a lifestyle surf shop, and they just wanted to promote women's surfing, to say, come on, women, give it a break, leave the kids at home, take them to school, do whatever, and just do something for you. 半年，伊59岁才开始重庆，不过是买着，还过去参加比赛，也交到一群好姊妹啊伴。I think that women naturally gather in circles, and I think that women support each other naturally in circles. It's a sisterhood. So where there is a sisterhood, there is a sense of connection and sharing. It's not just about the surfing. 啊，明年伊的囡仔有罕见疾病，经过1点钟的罕用治疗加姊妹啊伴的支持，心情加正好。When I surf, I feel like I get the ultimate dopamine boost. It ticks all the boxes for me, especially this group, because for women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community, and this is a community of moms surfing together, cheering each other on. 从影线逐个刷摊，吉林加比开讲，压力搁较小透。伫咧这段属有因家己的海洋时间，好好充电，再个继续人生的挑战。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3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所以东部地区24度至32度，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再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